好，我要帮我儿子报户口。你好，我係來了，我來要報戶口。你好，我係來了，我來要報戶口。哇，好可愛哦！哇，很得印象哦！哇，很得印象哦！一平，恭喜啊！孩子多大了呢？一平，恭喜哦！我阿吉太了呢。一平，恭喜哦！我阿吉太了呢。1個多月了。改兩年嘞，改兩年嘞！恭喜你哦！財富人丁都興旺。恭喜你哦！財丁兩旺嘞！恭喜你哦！財丁兩旺嘞！還好啊，你們在60天內來登記，不然要被罰300元以上呢。好等你到第60日內來登記，係麼要罰300元以上呢？好等你到第60日內來登記，係麼要罰300元以上呢？一平，你看，小孩長得像爸爸一樣聰明，像媽媽一樣漂亮，像爺爺一樣勤奮耶。一平，你看，聲音呢上來，強呀聰明，強愛講，強家公都當3萬哦。一平，你看，聲音呢上來，強呀聰明，強愛講，強家公都當3萬哦。真的嗎？謝謝。準是的，什麼啦？準是的，什麼啦？來，請你填寫這張申請書，名字取好了嗎？來，這張申請書請你寫好來，名額按好嗎？來，這張申請書請你寫好來，名額按好嗎？我們這邊還可以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。我到這位漢族大量生育補助1萬元。我到這位漢族大量生育補助1萬元。有帶身份證嗎？身份證有帶嗎？身份證有帶嗎？有哦，在這裡。張永志。有哦，弟弟啊，張潤志。有哦，弟弟啊，張潤志。安姑姑，哇，永志笑得多可愛啊！將來一定很聰明。安姑，哇，永志笑得很得印象，很白日挺當聰明。安姑，哇，永志笑得很得印象，很白日挺當聰明。我每天都跟他說好多話哦，每天看着他一天一天長大，我就開心了。我都當你老幾個當多會呢，當你可能佢越大，我就歡喜咧。我都當你老幾個當多會呢，當你可能佢越大，我就歡喜咧。阿公阿婆一定也很開心吧？阿爸阿婆咪切對當歡喜呵。阿爸阿婆咪切對當歡喜呵。他們每天一醒來啊，都眉開眼笑。記得當你摸住100個開，就開眯小眼。記得當你摸住100個開，就開眯小眼。第一件事就是來報永志呢。頭項事情就係來南永志呢。頭項事情就係來南永志呢。真好。對了，一平，剛好我們附近的媽祖廟有在贈送寶貝祈福袋。很好，錯啦，一平。我到朝勸嘅媽祖廟都可入送寶貝祈福袋。很好，錯啦，一平。我到朝勸嘅媽祖廟都可入送寶貝祈福袋。等等你手續辦完，可以去看一看哦。希望小朋友快快平安長大。等下你少少辦好事，就得去看哦。希望小朋友日日平安狀態。等下你少少辦好事，就得去看哦。希望小朋友日日平安狀態。好的，謝謝。好，什麼呢？好，什麼呢？這是最新的戶口名簿，規費30元。
请问你要顺便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这是最新的户口名簿，会费30港元。请问你要顺势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嗎？這是最新的户口名簿，會費30港元。請問你要順勢辦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嗎？好啊，麻煩你。好啊，麻煩你了。好啊，麻煩你了。請你填寫小朋友名字、出生日期。請你寫一下小朋友的名額、出世的出生年日。請你寫一下小朋友的名額、出世的出生年日。小朋友的身份證號碼是 B123456789。小朋友的身份證號碼係 B123456789。小朋友的身份證號碼係 B123456789。現在啊，我們都會同步通報健保局，它就會自動加保。這下我哋都會強時間通報健保局，佢就會自動加保。這下我哋都會強時間通報健保局，佢就會自動加保。小朋友是跟爸爸投保嗎？沒錯。小朋友係聽阿爸投保嗎？冇錯。小朋友係聽阿爸投保嗎？冇錯。好，因為小朋友是第一次辦健保卡，不收費。好，因為小朋友係第一擺辦健保卡，是唔是收費？好，因為小朋友係第一擺辦健保卡，是唔是收費？健保局跟我們有跨機關連線。健保局老愛都有連線。健保局老愛都有連線。2到3個工作天就會將健保卡寄到你家。2、3個工作日就會攞健保卡寄到你屋企。2、3個工作日就會攞健保卡寄到你屋企。請問是要寄到戶籍地址，還是其他通訊地址呢？請問要寄到戶籍處址，還是其他通訊處址呢？請問要寄到戶籍處址，還是其他通訊處址呢？哇哦，這麼方便啊！那請你寄到戶籍地址就好。哇，安利片，拜託寄到戶籍處址就好。哇，安利片，拜託寄到戶籍處址就好。好的，這邊也有注明小朋友是依附家保。好，這位也有注明小朋友係話阿爸家保嘅。好，這位也有注明小朋友係話阿爸家保嘅。我們資料都傳送出去了。我哋資料都傳出去了。我哋資料都傳出去了。這裡是健保局的服務專線。這是健保局嘅服務專線。這是健保局嘅服務專線。以後有什麼狀況，你只要報小朋友的資料。韓白係有乜嘅狀況，你是報小朋友嘅資料。韓白係有乜嘅狀況，你是報小朋友嘅資料。健保局一查就知道了。健保局一查就知咧。健保局一查就知咧。麻煩你點一下，這裡是生育津貼1萬塊。麻煩你算一下，這係生育補助費1萬港元。麻煩你算一下，這係生育補助費1萬港元。這邊請你簽名。這邊請你簽下名。這邊請你簽下名。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永就好勢咧，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永就好勢咧，恭喜哦，依萍。